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前一阵啊，新闻报道，台积电到底要伫倒一个地头设厂，大家拢真关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这个叫做厂，此用厂第二条，工厂的厂，厂就是制造产品或者是修理物件的场所，咱讲工厂。过去有人讲是工厂，有的地头认为同款，也毋过现代有人认为讲，工厂是甲原料制造做产品，或者是甲半成品制造做成品的物件。一般来讲是工人工作的场所，若工厂是讲有机器甲工人，一般嘛有工作业务和管理部门。像讲过去糖厂有人讲是糖铺，若做船的工厂咱讲做船厂，现代若是公司化，咱讲原厂，制造药的工厂咱讲药厂，修理车的工厂咱讲车厂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工厂，头前讲到就是制造产品的场所；第二个词读做糖厂，也就是做糖的工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你来办游览活动，带大家来参观员工工厂，也有糖厂，要了解过去安怎做糖的过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厂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